123，123，这样有声音吗？明祥哥，明祥执事，明祥执事，明祥执事，哎，这个有声音吗？这样声音可以 ，OK， 好，好，谢谢，谢谢。
尊爱兄弟大家平安。11月嘛足趣味吼，有4个，顶礼拜是有4个风台来到台湾吼，即马佫一个风台伫南部，咧菲律宾也无到遮，咱会看见咱的天气的变化足多吼。那今日佫拄着有小可雨吼，咱的会友嘛可能嘛受到这个影响哦。因为咱有线上嘛，望伊热线顶会当继续来参加咱的礼拜吼。咱只是要开始今日礼拜，咱大家额头同心来祈祷。阮的天父爸，感谢你带领阮众人的脚步来到主你的面头前，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求主你安静每一个人的心，互阮对传道今日讲道中间会当听见主你的话语，引带阮每一个人脚步，阮将今日敬拜恭敬奉献伫主你的面头前，阮来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子名来求，阿门。大家平安。那头到恩林长老讲的吼，11月啊吼，早起是要出门，一定要想讲，是要穿长啊，是要穿短裤吼，所以气候变迁真紧吼。咱来开始，咱以前这个时间咯，嘛毋是讲以前啦，10几年来，咱这个时间叫做练诗的时间。练诗的时间主要是因为以前新鲜诗拄来是足侪诗歌，咱大家无识，吼，但即马看起来逐首拢真熟啦吼。所以咱来唱看卖，今日咱第一首要练的歌是天北云顶真正大。天北云顶真正大，日日在云带，无论风雨也平静。吟诗，好天地隆重，三家欢喜。咱对头过来一遍。天北云顶真正大，日日咱着落，开声吟诗，好天地隆重，三家欢喜。这首诗歌是郑明堂老师的歌，伊的歌向来就是安尼真欢喜、真快乐。伊用这首诗歌《天北云顶真正大》，伫讲起着，无论咱拄着灾的，拢会变作欢喜；咱拄着烦恼，拢会变作福气。伊用真轻松的口气来甲咱讲这件代志，咱嘛对这个诗歌来得到领受。我想一zan尔的诗歌，后咱若礼拜时可能爱唱2遍啦吼，因为一zan尔有较短一寡。但是这条短的诗歌反映着咱基督徒受到天父上帝的恩典真正大，咱感恩的心，咱欢喜的心。咱搁来唱一遍。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在引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在做伴。咱着笑念伊的恩，日日永有存。何在的艰难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伊着较引带，互咱稳定拢无散，开咱的心怀，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着落开声吟诗，互天地隆重，三甲欢喜，互天地隆重，三甲欢喜。互天地隆重，三甲欢喜；互天地隆重，三甲欢喜。
天地拢总三甲欢喜。感谢主，咱过来吟另外一首，嘛是今日诗歌，圣诗583首。愿主存你圣手。咱歌词对第10到第40咱来念一遍吼。愿主存你圣手，牵我做我保护。虽然拄着因由，我愿行主的路。检彩伫黑暗暝，也是山坎深渊。主若是你旨意，我行无要言传。第2节，我无夸靠气力，也无用我智慧，无掠家己财物来经要去的位。只有得主引带，通行妥当路途。主你欢喜牵我，稳当拢无错误。第3节，救主甲我安排，我所着啉的杯，若是主你所爱，我断无买；若是悲伤失志，主你着添满意，我愿伸手来接。第4节，虽有分别凌辱，搁有死失陷害，我若受主体恤，心就安然自在。愿世界正罪恶，拢灭伫主面前，通成做上帝国，亲像美妙天庭。2首同款感恩的诗，这首伊的情景却是完全无同。伊讲着讲救主。你若甲我安排，这我是所爱啉的杯。若是主你所爱，决断无要死退。这真大的挑战，这真大的挑战。阮即届去中职东港退休会，透早去到宜兰，大家行海边家己一个人行。在你行的过程中，你开始思想过去这段时间。上帝在你心中的稳定是啥物？我行伫海边，正边是孤山岛，嘛有渔民在掠鱼，海影真平静，风微微风，所以行起来真爽快。牧师讲，恁家己一个行，莫阁大家斗阵在相讲话，其实你一个人行的时，你开始思想过去这段时间，到底上帝予咱的稳定是啥物？上帝予咱的挑战是啥物？我家己伫行的时，行了，阮要转来是一组2个人爱互相为着家己头拄所想的代志，互相交换意见为着对方来祈祷。伫行这个路中过程中，其实就亲像今日这2首圣诗同款，有真欢喜的时阵。但是你嘛有真惊吓，可能你会拄着挑战的时阵，咱遮所讲的，若是主你所爱，你若要叫我去行，我决断无辞退，无要辞退。你伫行伫迄段路的时，你若想到遮个代志，有当时心内非常的惊吓，因为我的细汉囝送营前一阵仔，就高速公路车祸。骑重机车祸，受伤皮肉之伤足严重，规身躯拢油，所以挂一顶油落来。就是医生讲加载，伊讲你若着血管，唔免等救护车去，迄就是已经过去式。我咧行迄段路时，我讲上帝，你今日若予我这个挑战，我唔知我担袂起，担袂起。我想足久，我想讲，感谢上帝的恩典，伊予我另外一个结果。但是若是另外一个结果，照这首诗所讲，我无要辞退。我唔知我做会到做袂到，咱做伙来吟这首诗歌。愿主存你圣手。第1节，
顺利成就，看我做我不，虽然拄着因由，我愿行主的路。咸菜伫黑暗暝，也是山坎深渊。主若是你旨，我命无变迁。第二节，我无外靠开力，也无用我智慧，无掠家己在目来经袂起的位，只有伫主因带，通行特公路途，主你欢喜看我稳当拢无错。咱安静的心，家己再搁唱一遍，来开始咱的敬拜。愿主顺利成就，看我做我保护，虽然拄着因由，我愿行主的路。咸菜伫黑暗暝，也是山脚深渊。主若是你旨，我行无变迁。耶和华安尼讲：恁着守公平，行公义，因为我的救恩已经近，我的公义要显明。
人安尼行，世间人安尼饲守伊，守安息日无干烦着，禁止家己的手无做歹，即号人有福气。即时，请咱做伙来吟圣诗，天父恩典真正大。请咱做伙来吟两遍。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因带，无论风影也平静，伊拢咧做伴。咱着少念伊的恩，日日永有春。好在下艰难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伊的确因带，互咱恩典拢无煞。开咱的心看，平安福气有正呢大，咱着学乐开声吟诗，互天地拢总互相欢喜。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做伙念两解。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因带，无论风影也平静，伊拢咧做伴。咱着酸甜伊的恩，日日永有春。好在的艰难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伊的确因带，互咱恩典拢无煞。开咱的心看，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学乐开声吟诗，互天地拢总相感欢喜。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因带，无论风影也平静，伊拢咧做伴。咱着酸念伊的恩，日日永有春。好这艰难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伊的确因带，互咱恩典拢无煞。开咱的心看，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学乐开声吟诗，互天地拢总相感欢喜。真济，请咱掀开咱的酒杯第七影，咱做伙用咱主的祈祷文来做咱的祈祷。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试，着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是咱来启应，请咱掀开圣诗后壁面，圣诗后壁面启应文第16篇，就是记伫咱的诗篇57篇。启应文的16篇，就是咱的诗篇第57篇。咱做伙来启应。上帝啊，求你可怜我，可怜我。必伫你实果的底荫下。我要求叫至悬的上帝。上帝要对天施恩救我。上帝要对我发出慈爱甲信实。我倒伫凶恶的人的中间。因的喙齿亲像枪，亲像箭。上帝啊，愿你的伟大盘过天。
因伫我的骹前设罗网，伫我的面前开陷阱。上帝啊，我的心平静，我的心坚定。我的心啊，着醒起来。我要甲天叫醒，主啊，我要伫万民中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哪天遐尼悬。上帝啊，愿你的伟大盘过天。好，咱即时请咱压头来祈祷。主耶和华啊，阮着学了你尊你最大，因为天顶地下拢是你的，你是至高的，你是万有的，你是丰富的，所有的尊严拢对你遐来。你毋若治理万物，你也管理阮的生活行踏，甲阮的心思意念。阮亲爱的主，阮今仔日来到你的面头前，恳求你赏赐阮属伫你的性格。互阮通学主耶稣的款式，欢喜跑走主你爱阮行的道路，你爱阮啉的迄个杯。主啊，求你搁一摆伫阮的人生，伫阮的生命中来动工，透过阮，互阮来接触到人的性命，互阮有扶持跋倒甲受欺压的人的快乐，通带领信无福音的人会当来到你的面头前。来做伙经历主你听的大权能。主啊，阮即时要为着世界的和平来祈祷，求主你安定阮的心神，互阮无因为对敌的威胁、战争的消息、甲人的冲突、争斗来心烦意乱，互阮伫信仰中徛会牢，互阮确信，就亲像耶稣你有赢过苦难，阮嘛会当借着你来得胜，活伫你完全的平安，甲你的旨意的内面。主啊，阮嘛要为着逐个的治理者来祈祷，祈求上帝赏赐因智慧、远见、能力，互这治理者拢会当行公义，好人民，存谦卑的心，欢喜甲上帝同行。我嘛要为即个世界逐角落的苦难甲病痛来祈祷。主啊，求主你怜悯，施落你的平安甲医治。主啊，我嘛求你，互阮伫人甲人的中间，你将疼放伫阮的心肝内底，互阮欢喜用疼心讲诚实话，欢喜用接纳宽容来互相对待，欢喜记得人的好，袂用别人的歹来折磨阮家己。主啊，我嘛要为着阮教会的牧师、传道、中级甲干事来祈祷，祈求主你保守因的身体、心灵，甲因的圣性，甲圣性结连，刚强壮大，祝福因的家庭温上加温，力上加来祈祷。求主你赏赐医治，赏赐平安，互因伫伊的身体紧紧得到医好。搁伫天气转变的时，我嘛要求主你保守阮逐个的身体，互阮出入拢平安。主，阮感谢你2000年来，你对阮的疼拢无改变，你互阮的应允拢无改变。阮欢欢喜喜要献上阮的呵乐甲感谢，求主来感纳。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是咱来读圣经，今仔日的圣经记伫创世纪39章
第6节到18节，佮41章37节到38节。创世纪39章第6节到18节，佮有41章37节到38节。39章第6节，伊将一切所有诶拢交约瑟诶手，除去伊所食诶物以外，别项拢有诶拢毋知。约瑟水佮好生做。这个代志以后，约瑟诶主母自神看伊讲来甲我困。约瑟毋趁，对伊诶主母讲：你看，家内有啥物伫我诶手，我诶主人拢毋知，已经将所有诶交伫我诶手。伫即家内无一个比我较大，你以外伊无一项无交我，因为你是伊诶某，我怎样通行即个大歹来得罪上帝？后来伊逐日甲约瑟讲话，约瑟也无听伊诶话，无甲伊困，也无甲伊作对。有一日，约瑟入厝办伊诶代志，家内诶人无一个伫厝内。妇人就捡伊诶衫，讲：你来甲我困。约瑟将衫放伫伊诶手，走出去外面。妇人看见约瑟将衫放伫伊手里，搁走出外面，就叫家内诶人来对因讲：恁看咧，伊带一个希伯来人入咱诶厝，要戏弄咱。伊来我遮要甲我困，我就大声喊。伊听见我出声喊，就将伊诶衫放伫我遮，走出外面。有人将约瑟诶衫收伫伊遐，等候伊诶主人倒来，就对伊讲起遮诶事讲：你所带来咱遮迄个希伯来诶奴仆，到我遮要戏弄我。我出声喊，伊将伊诶衫放伫我遮，走出外面。到咱的41章第37节，法老甲伊一切人神，拢掠即个代志做好。38节，法老对伊的人神讲：咱敢会找到一个亲像伊即个人，有上帝神伫伊的内面嘛？以上，这是咱请圣歌队来献诗。因今仔日要献的诗是：我已经决心要跟对耶稣。我已经决心要跟对耶稣。
讲道，今仔日讲道的题目是骹底抹油，骹底抹油，咱请李团长。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讲道的大声，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礼拜的即个透早，可会当来到教会，将阮的礼拜献上伫你的面前。嘛求你看顾保守今仔日的讲道，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拢伫你的灵敏，伫你圣神的引带内底得到利益。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首先，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今年3月份结婚的嘛，对不对？互恁约，今年3月份到即马，我大箍几公斤？5公斤，来，过来。2公斤哦，8公斤，再来，10公斤，差不多，再差一点，11公斤。所以吼，甲大家报告，我即马是百公斤俱乐部的成员。我现在102啦，吼，102吼，啊，不用担心。大家看我的身材就知影，我上大的试探是啥物？食物件啦，吼。但是放心啦，因为吼，知影附近有开一个健身房吼，我有报名啦，报名了后吼，佮面对着一个未来的挑战甲试探。迄试探就是，迄个健身房出来吼，左转是啥物？你敢知？麦当劳甲肯德基啦。所以吼，我只能向右转吼，千万不要回头吼。亲像你安尼讲的就安尼离开即个试探安尼。好所以当然要甲大家分享今仔故事，就是你要来安怎来面对试探，还是讲闪避试探。所以定这个主题叫骹底抹油安怎？爱酸啦吼。好，我想要问大家讲，恁认为为虾米人会面对着试探？为虾米？为虾米咱每一个人拢会面对着试探？过来哦，这个试探的源头是虾米？咱敢有想看卖这个问题？面对着试探是为虾米？过去有侪个神学家吼，我甲因伫有赖啦吼，所以有讨论一下。因有咧讨论讲吼，当咧翻译即个主祷文内底，无得带阮入伫去，着救阮脱离。人有无共款的一寡解说啦吼。第一个教父吼，厄里根吼，伊认为吼，即段意思是讲，求上帝爱赐咱气力，会当互咱无屈服伫咧即个试探的中间。另外一个特土良吼，伊就讲吼，求上帝会当帮助咱，无受到试探的引诱。会当脱离这一切虚假的代志，会当远，就亲像耶稣伊所做的安尼。另外一个奥古斯丁伊讲吼，这祈求吼就表明讲，信实的上帝袂互咱遭有着过头的试探，而且佮求上帝爱保守咱的心思意念，袂去跟对试探甲引诱来行这条道路。所以透过这个神学家，咱就会当来了解讲，其实当主祷文咧祈祷这个部分的时阵，会当有无同款角度的理解。唔知影当咱咧用咱所想到的是啥物？咱所面对到的试探是啥物？咱伫生活中间需要离开的这个歹，佫是啥物？所以今仔日吼，想要甲用约瑟的故事来甲大家分享面对试探的功课，要怎样闪避这个试探？要怎样伫这中间做有一个坚持的这个功课？所以伫今仔日的故事吼，咱做伙来上主日学吼。今仔这个故事的这个约瑟吼，毋是迄个耶稣的老爸约瑟吼，是伫旧约内底的约瑟。迄是差不多伫主前差不多1915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啦吼。伊是雅各的第几个囝？11个，第11个囝吼。嘛是伊上疼迄个，对毋对？所以佫做一束迄落彩衣，互伊穿安尼。总是嘛，因为安尼长期吼受到即种偏心啦吼，递到伊的阿兄、伊的兄哥，因拢安怎去怨妒伊的啦。
结果害伊吼，互伊的阿兄卖去埃及做奴隶。今仔日的这个故事，就是当伊受卖去到埃及的一个官员的厝内底，将做奴仆了后的一个故事啦吼。所以咱会当来发挥咱的迄个想象力吼。当咱来发现看即个故事的过程的时阵，即个少年家真正是无简单。伊想到伊的兄哥因的才会反背吼，佮受卖去到埃及做奴隶。咱会当想象伊伫迄个关系内底，互人绑咧的迄种感觉吼，啊一路安尼带去别个国家。迄阵伊才17岁尔呢。咱会当来想象，伊可能伫即中间有侪的情绪，甚至伊嘛亲像约伯安尼，好令家己的出世，也是好令家己的一个性命的价值。可能嘛会对即件代志安怎生出一种足怨愤的一种心情。伫受领的过程中，咱嘛毋知影伊到底有遭受啥物款的伤害无？可能伊伫每一暗，伊拢求上帝安怎？叫我脱离迄个歹的代志，脱离即个歹的代志。结果一路上，上帝的拯救拢无临到。最后，佮互人卖去埃及。咱会当来想象吼，当伊来到即个埃及的时阵，伊的心内有偌尔失志。后来大细的代志，拢交托互伊来处理。甚至圣经嘛讲，上帝因为约瑟嘛来祝福波提乏伊的家庭、伊的产业，所以咱会当来想象，歹势，咱会当来想象，约瑟真正是一个伫困境中间犹原起条信仰的一个人。总是无好的代志发生啊吼！伫咧创世纪39章6节，伊讲到啥物代志？讲到约瑟真缘投。佮真真有腹肌、臃肿、帅气安尼吼。其实我都无安尼吼，所以还好。波提乏的即个太太吼，即个夫人吼，伊就看到迄个约瑟安尼青春的肉体吼，就感觉佮缘投，就无说你去介意着伊啊。就即个过程中间，伊就一直去邀请，讲约瑟来啦，你来甲我困啦。约瑟嘛真清楚安那拒绝即件代志，对不对？伊讲哪会使？我的主人将这一切拢交托互我，你阁是伊的某，我哪会做即种无道德的代志？而且我更加安怎袂当得失我的上帝啊！伊真正有将信仰甲上帝的价值拢放伫心内，对不对？所以虽讲伊真清楚来拒绝，总是即个夫人吼，逐工拢来甲引诱伊，然后邀请伊做伙来甲伊做伙困。咱会当来想象吼，约瑟伫即个厝内底一定闪迄个夫人，闪甲远远，对不对？若咧做代志看到伊来，紧回头紧走安尼，尽量拢莫有交叉啦吼。但是代志阁发生啊，有一天，即个夫人吼，伊阁爱困啊啦吼，伊就想办法要来去找约瑟啊，因为伊知影迄天拄好厝内底安怎，拢无人啦，所以可能嘛是因为安尼吼，即个夫人吼，就真大胆去求。约瑟的衫讲来啦，你来甲我困啦，你来甲我发生关系，安尼啦，等等的才会邀请。这时候约瑟就真紧张，安怎？衫拢放咧，就紧走啊，对不对？吼，就骹底抹又酸啊，对不对？所以吼，这个夫人的手中煞摕着约瑟伊的衫啦，这个衫成做一个证据。当这个波提乏回来的时阵，这个夫人讲：你看你迄个仪表内迄个奴才。叫人走来我的房间要来欺负我，结果吼我足紧张的啊！我看到安尼吼，我就大声叫啊！我叫了，伊安那紧走出去，留了一领衫伫我的遮啦。吼，所以可能咱会当来想象吼，其实即个夫人毋知影是怎样伫波提乏的身边吼，安尼演戏啦。伊可能讲，我拢毋知影伊是即款人呢，生了安尼，伊表人才，结果做即种代志，真正吼，我嘛想袂到安那，就开始演戏。毋知影安怎，反正波提乏吼，可能嘛是迄种疼某的人吼，所以伊就真生气，就甲约瑟关入去家内底。咱会当看即个故事吼，其实有真侪真精彩的部分，邀请恁大家，恁若有兴趣的，当去创世纪37章开始看。当即个反正经过一段过程了后，上帝的神游玩
每一日拢甲约瑟同在，一直到后来伊有机会来替法老来解梦的时阵，结果替即个法老解决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嘛吼。迄个法老就讲：恁敢有看见亲像即款的人，有上帝的神伫伊的心内，伫伊的内面，佮遮尔啊聪明有智慧的人。最后即个法老安那，伊就讲安尼，即个国家内底除了我以外，无任何人的权力比约瑟搁较大。吼，安尼有无简单无？上帝的神伫伊的性命中间，互伊注定成做一个无平凡的人。所以，当即个约瑟的故事内底吼，咱看了真正比八点档搁较精彩吼。咱伫即个故事内底，我嘛要透过几个部分，要来甲大家来分享今仔日的信息。第一项要甲大家分享的是管理。咱来想象哦，一个受被称做奴仆的人，伊搁失去家己的主权，当即种人重新掌握权力的时阵，我想这对伊来讲是一个真大的试探哦。当然，伫即个原文内底，即个食物伊是翻做是面包胖。有人来解释讲，即个胖，即个主人所食的迄个胖，有人认为就是所讲就是主人的太太，伊的夫人，吼。所以有人有做即款的连接啦，吼。所以无论是咧讲真正是咧食物顶悬，也是讲夫人也好，这拢是只有即两项约瑟无管尔。其他的部分，伊拢互约瑟来管理哦。所以咱嘛会当来想象，敢有可能连所有伊的产业、伊的财产，嘛是交托互约瑟来管理的。总是约瑟煞无因为掌握遮的权利，甚至是财产、钱财，就来失去伊的自我、伊家己的信用。这对伫一个受过伤害、较压迫的人来讲，是一个真无简单的代志。心中，伊难免会有迄种要将失去的讨回来，迄种毋甘愿的心情嘛吼。甚至过去安尼受人欺负、受骂，来到即个别个国家，受到所有的委屈，遮一切所有的伤害，拢有可能互约瑟来变质，诚做无共款的人。总是约瑟靠着伊的信用，伊牵条即个信用，掠条即个疼，所以伊无去变质。伊犹原选择做对的代志，也因为安尼，所以即个保提法就信任伊，愿意将所有的代志拢交托互约瑟来处理。其实有时阵，当咱咧面对伤害的时阵，咱拢会迄种心情出来，讲为虾米别人拢会使安尼？为虾米遮个人就会当做遮个代志？为虾米我就袂使？是毋是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拢袂当做遮个代志？是毋是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就爱疼我的冤仇人，我就爱替因祈祷，我就要好款待因。为虾米？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就爱尽心尽性尽意去疼别人、疼上帝、疼我的厝边。为虾米？其实咱爱了解吼，并毋是因为咱是基督徒，所以咱要做遮对的代志、遮对的选择。而是因为咱所做遮的对的选择、对的代志，所以咱才配得成做一个基督徒。这就亲像一个神学家齐克果讲的吼，伊讲吼，伊是咧行一个成做基督徒的过程中间，但是伊还未完全成做一个基督徒。这就是咧这就是咱爱来理解的，讲其实咱是因为咱所做的这一切的代志，咱才配得堪得称作是一位基督徒。所以咱爱了解吼，就是这个身份对咱来讲是一个真特别的身份。所以约瑟心中的迄个神，嘛伫咱的心内，帮助咱。当咱面对着过去无好的经验、伤害、艰苦的代志的时阵，咱犹原会当重新，会当来做出对的选择，而且伫上帝的听内底得到医治，得到透放。第二项要来甲大家分享的是青春少年家，安尼有缘投无？这我嘛用 AI 画啦，我甲讲要一个约瑟爱有腹肌，安尼伊就帮我画出来。好，咱会当来想象吼，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约瑟差不多几岁？伫今仔伊去保提法引导的时阵，差不多几岁？伊受卖的时阵17岁嘛吼，
伊做宰相的迄个宰相的时阵是30岁，所以差不多是17岁到30岁中间嘛吼。总是咱会当来想象，伊是去到遐差不真紧就袂，互人袂去波提乏因兜嘛吼。所以大部分的学者认为讲，差不多是17岁到25岁之间啦吼。所以伫即个年岁内底，伫青少年的即个年岁内底，恁认为上大的试探是啥物？对一个男性的青少年，经过一个研究吼，对16岁到25岁左右的遮个男性的青少年来讲，是伊性的欲望上悬的时阵哦。这是因为迄时男性的伊的一个睾酮水平会当是达到一个上悬的即个所在。也因为安尼，这就是因为因咧发展因的青春期的即个过程，咧发展因的性的能力的一个时期。所以我咧看即段经文，我感觉撒旦伊真正真聪明吼，伊会当总是会当去找到一个生命中间的一个破口，会当成做攻击的一个武器。所以伫即个青年时期的约瑟，伊面对着管理、钱财、情欲。遮个试探，伊拢透过上帝的神，伫伊的心内来赢过遮个试探。毋知影对咱来讲，咱即马生命的阶段会面对着的试探是啥物？对青少年来讲，有青少年的试探；对咱每一个年岁的阶段，咱所面对着的试探是啥物？我想吼，可能对伫迄当时迄个真正直的迄个约瑟来讲。可能情欲就是伊迄时较软弱的所在，比较软弱的所在，所以撒旦伊就想讲想无步啊，无要紧透过即个夫人来用即个情欲的方式来看约瑟敢会跳入去即个试探内底。所以诚做青少年约瑟即个性命极大，会透过即个夫人的情欲吼，诚做即个约瑟真大的即个试探。若是安尼，咱嘛爱来想哦。对咱来讲，咱生命较软弱的即个所在伫倒？咱敢知影？即摆你面对着试探较困难，迄个软弱的所在伫倒？最近有一部迄个戏剧真出名吼，大家敢有看？叫《引后》啦吼。无吗？好吧。好，我紧。伫迄个即出戏剧内底吼，咧演的就是遮个。女明星啊，吼，伫演艺圈内底要怎样迄个因伫内底的野心啊、欲望啊等等的，要怎样伫即中间会当遮侪女的名词内底会当脱颖而出吼？这就是咧即个戏剧就咧表达因伫咧演艺圈因的生涯内底的一寡迄种试探、甲管理、甲欲望。所以吼，对因来讲，上大的试探可能就是功成名就，就是权力甲名声。但是对咱来讲咧，对咱的囡仔来讲，可能试探是对同学之间的比较。可能伫咧出社会的少年人，可能伊的试探是伊急要做出一寡成绩来证明家己的价值。伫咧家庭内底咧，有的人可能面对着经济困难的试探，甚至是咧金钱顶悬的试探，甚至伫婚姻中间，嘛有人会经历着侪伫感情中间的试探。咱伫咧每一个阶段内底，拢有无欲望。若是咱有法度顺藤摸瓜去透过咱所面对着的试探，亲自来探讨家己心内真实的欲望是啥物的时阵，安尼咱就可能会当来了解，咱就会当来看见咱生命真实的需要甲欠缺到底是啥物。透过欲望，会当豆豆去找到咱心内真实的欠缺，然后咱就爱做一个祈祷是啥物？就亲像咱顶一篇讲的，阮的历史安怎利用的历史，谁要赏赐互咱？上帝要赏赐互咱。所以咱真实的欠缺，敢毋是上帝就欢喜要赏赐互咱吗？所以当咱真正透过遮个试探欲望来看见咱生命真实的需要的时阵，咱就为着这项真实的需要来阿爸爸上帝来祈求、来祈祷，然后咱就相信伊怎样，伊欢喜。伊来将这一切咱所想事的，就来加添互咱，补足互咱。所以也因为咱的生命得到满足的时阵，咱就有迄个气力，会当来闪避遮的试探，闪避遮的
欲望所带来的这些挑战。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一个部分。另外一方面，嘛想要甲大家分享的，有时阵是较难发现的这个试探。有的试探是真正真小，亲像一粒沙安尼尔。就亲像是咱透早起来的时阵，第一项做的代志是啥物？滑手机，一定是滑手机嘛？对我来讲啦，因为我爱关迄个闹钟，对毋对？吼，所以我一定是关闹钟。啊，毋过关了了，我会安怎？开始看昨世界敢有发生啥物代志？即个世界敢有伫个安尼吼？好 ，OK， 拢平安了，我才会去刷牙洗脸。我发现安尼毋对的时阵，后来我就会提醒家己，伫咧关了闹钟甲滑手机的中间，爱加一个代志，就是爱先祈祷，讲主，今仔日我的即工是属伫你的，求你甲我同在。好，啊，开始滑手机。吼，所以吼，咱嘛会当来试看卖啦。吼，其实咱伫咧生活中间真少的一寡习惯内底，可能拢藏一寡试探伫内底哦。有可能咱面对着手机的时阵，敢会？其实咱受着手机的捆绑啊，甚至是讲咱看中即种追剧啦，倒伫碰去耍废啦，也是讲咱做家己的时间的代志，拢超过咱要甲上帝亲近的这个时间。有可能咱的一寡生活日常的这个习惯，可能渐渐咧成做一个试探，来影响咱甲上帝的关系。甚至有时阵，咱可能嘛会受到一寡啥物星座运势的影响。可能吼，就我看者无要紧啦，哎呀哦 ，OK 哦，我今仔摩羯座哦吼，安尼应该安怎？就是你可能会透过遮个代志，细项成做你一寡影响着你做出上帝心意的一寡决定的代志哦。所以咱其实爱真警醒细腻，就是有时阵，即个魔鬼撒旦的伊即个试探吼，亲像一粒沙安尼尔啦。但是当咱发现的时阵吼，就亲像土石流安尼放落来，就毁坏咱的性命，毁坏咱甲上帝的关系啊。所以咱伫咧生命中间，真正生活中间爱警醒，超出主的心意伫咱的生命中间。最后，咱爱了解一点，就是到底是试炼还是试探？到底啥物是试探？啥物是试炼？伫讲道一开始，我所问的，毋知影大家有啥物款的想法，就是为虾米人会面对着试探？伫咧创世纪一开始的时阵，人的犯罪就是出自撒旦对伫人类的试探。无论是亚当，也是夏娃，也是讲侪圣经的人物，甚至是耶稣，伊拢面对着撒旦的试探。当咱咧面对着这试探的时，咱毋通马上就讲哦，这一定是上帝对我的试炼。吼，其实伫咧雅各书第1章13到14节，伊遮有讲吼。伊讲拄着试的人，袂得讲，我是互上帝所试，因为上帝无互歹所试，伊家己也无试人。独逐人拄着试，拢是互家己的私欲所迷所着，是对伫家己的私欲啦。咱来思想，咱心中真实的这个欲望到底是啥物？咱来记得。上帝并袂用邪恶无好的代志来成做咱的试炼，上帝袂用这种邪恶歹的代志来成做咱生命的试炼。上帝伊会互咱一个目标，会互咱一个意向，会当讲这互恁来去跑走啊。通常这个试炼，这个挑战，这个毋是试炼，这个试炼吼。这个目标其实是真困难、无简单的，但是上帝会互咱开力，会赏赐互咱能力甲同伴讲，来，这是我互恁的挑战，互恁的试炼，恁去试看卖。这是一个较正面的一个方式，嘛会伫即中间，咱透过试炼安怎熬练成迄个真金吼，真毋是即个真金，是是迄种真纯正的金仔啦吼，所以就是讲。咱真正爱透过即款的试炼，还会当甲上帝的关系愈来愈亲密，愈来愈了解上帝的心意吼。这是试炼的部分。但是试探到底，即两个到底要安怎样来分别呢？伫咧试炼中间，咱会当来看见上帝呼召咱来面对挑战，因为经历着遮个试炼了后，咱的心会较坚定。但是试探是啥物？试探是出自邪恶。
伫咧欲望顶面，所以咱就爱来闪避，因为有时阵吼，即种试探会亲像一个漩涡吼，将咱的性命就安尼夹入去，然后就消灭吞灭。所以咱真正爱来真细腻，到底咱所面对着的试炼，还是面对着的是试探？这就是出伫一个是上帝予咱的一个真正面好的挑战，一个是出伫邪恶、出伫咱的私欲所面对着的这欲望所产生的试探。所以也因为安尼吼，其实咱诚做一个基督徒，就真正爱时刻来分辨，到底啥物是试炼，啥物是试探。所以毋知影大家即马所面对着的到底是试炼，也是试探，咱会当来思考看卖。但是分辨即个部分上好的办法是啥物？就是我靠上帝伫咱心内藏的啥物？圣神保惠师，因为伊真正诚做咱会当分辨，这是试探也是试炼的一个真好的帮助者。伫即届退休的迄时阵吼，第一天的暗时，阮中一同工举办一个叫做泰泽祷告会。伫即中间，阮有做伙祈祷，祈祷了后，阮做伙唱诗歌，唱诗歌了后，阮就开始静默。静默是邀请圣神来回应阮真正的祈祷，邀请圣神来甲阮讲话，甚至是咧祈祷的过程中间，你着无啥物任何的声音嘛无要紧，就是进入到一个安静的时段。我即届伫咧即个太早的祈祷内底，其实我真侪的感受。伫咧安静的迄个过程中间，圣神嘛透过即个空间、时间，伊来甲我做真侪的回应，甚至看到一寡足激励我生命一寡的画面。所以我感觉对伫我来讲，即个太早祷告是一种真好的方式，会当帮助咱有一段时间来分别。来会当来了解家己即马生命的阶段是啥物，咱所面对着的挑战、试探、试炼，佫是啥物？其实即款的方式，确实会当来帮助咱每一个人，伫咧祈祷中间操练安静、静默，操练互上帝来讲话。有时阵祈祷吼，咱叭讲了，就挂电话，阿免，结果上帝要讲，结果。你著挂电话都无法度讲安尼，所以有时阵其实咱真正祈祷毋若只是咱讲话尔，其实静默听候主的声嘛是一个真重要的功课。所以可能咱会当透过一寡的方式，伫咧生活中间会当来了解讲咱即马生命现实所面对着的状况是啥物，嘛鼓励大家会当来操练，吼。所以当嘛要甲大家分享另外一个见证。就是咱教会会友内底有一个甲我分享，伊讲吼，伊过去吼未信主以前，伊去摸着一寡物件的时阵，伊会有一寡得着平静的感觉进入到伊的心内。伊甲接触一寡物件的时阵，总是当伊来明白即个信仰的时阵，伊有一届吼，伊嘛是想讲有来试看卖好啊。伊搁去摸较早迄种伊会有感受的物件。结果想心内有一个无共款的一个感觉进入来，伊嘛毋知讲袂出来迄个感觉。总是伊伫心内就想出一个祈祷讲，我是天父上帝的囝，撒旦你袂当来影响我。结果发生啥物代志？迄个感觉瞬间就消失去啊！所以有时阵，当咱咧面对着一寡的经验的时阵，咱嘛会有迄种感觉，咱嘛会当透过圣神的提醒，也是讲咱透过咱清楚知影咱是上帝囝儿的身份，咱就会当来祈祷，来求上帝的圣神来帮咱每一个人来分辨，讲到底即个是上帝的心意，也是毋是吼。所以咱嘛会当来做透过你若无确定的，咱就透过即种方式会当来祈祷。所以结论来讲吼，有时伊面对试探的时阵，伊有法度来坚持，有法度来分辨，是因为伊心中有上帝的心，伊自细汉就敬畏上帝、听上帝，所以伊知影伊要安怎来面对这个代志。另外一方面就是，咱透过这个故事，咱嘛爱来想思考的是，
伫咱现在生命的阶段内底，咱的软弱到底是啥物？咱的欲望到底伫倒位？迄拢会诚做试探，进入到咱生命中间来影响咱的一个破口。然后咱嘛爱来明白，就是咱的生命的价值是在伫上帝伊赏赐互咱伫内心的迄个神，因为安尼，咱会当由内而发出上帝真实迄种不平凡、特别的一款的样子安尼出来，袂去受到外在的即款的影响。所以，当咱会当来甲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阵，咱就有迄种气力甲能力，透过圣神来分辨到底啥物是试探，啥物是试炼。然后，咱嘛安怎决心要跟对上帝，来面对着伊所互咱的挑战，嘛来闪避所面对着的遮个试探。好，咱做伙来祈祷。每一日甲阮生活做伙的主上帝，阮实在感谢你，互阮会当成做你的囝儿，受拣选的、受疼的迄位囝儿。嘛求你继续来帮助，当阮的生活中间有欠缺的时阵，你透过你的疼甲稳定来充满阮，互阮因为安尼有气力来闪避遮一切的试探。当面对着你所呼召阮的试炼的时阵，阮也愿意接过这个杯，来面对这个挑战。嘛求你继续来引带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伫生活中间，真实来脱离这一切歹的代志，脱离这个试探，互阮会当真正活出合伫你心意的一个生活。求你继续来带领，透过圣神坚固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互阮伫生命中间真实得到永远袂动摇的平安，永远的喜乐，有充满你同在的愿望。阮将一切拢献上阮的祈祷，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请咱过来吟回应的诗，新圣诗第2首。愿主藏你圣手，牵我做我保护。虽然拄着引诱，我愿行主的路。检采伫黑暗暝，也是山坎深渊。主若是你旨意，我行无尾延前。请咱做伙起立来吟。
当咱来到上帝面前，谦卑领受上帝的恩典，咱咧算效上帝所赏赐的一切事，咱就用咱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对内心来备办奉献，求主来感纳咱所献的时间、金钱、甲心智。即使咱若是无了解奉献的意义，请咱就用祈祷来代替。这是咱的报告。伫报告内先，请咱掀开咱的周报的第二面，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咱做伙来读两解，请。耶稣就甲因讲：撒旦提去，因为有记载讲，着拜主你的上帝，独独服侍伊尔定。马太福音4章10节。耶稣就甲因讲：撒旦提去。因为记载讲，着拜主你的上帝，独独服侍伊尔定。马太福音第4章第10节。以上，这是咱的报告。请咱掀开咱的周报的第3面。下周的事工分担。下周是阮这个联合礼拜，所以咱今仔有台语堂尔定。领袖是敬拜团敬节。过来，咱下礼拜的聚会，拜三查经祈祷会，题目是出埃及记第30章。主理是咱李团道，司会是张景元执事。搁咱下主日经文是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题目是主人二人的性命。主理是咱的科牧师，请咱转去，咱先来看咱的经文来备办咱的礼拜。过来，咱来掀开咱的周报的第6面，咱来报告。第一，圣诞节甲感恩节的活动安排。感恩节甲圣诞节的邀请卡已经放伫1楼的柜台，请咱兄弟姊妹会当请咱的邀请咱的朋友做伙来参加。咱会当参加有以下：第一是感恩节，要定伫11月23，就是过来的即个拜六。下昼的咱到食饱煞，伫个2点，咱有要一个感恩节的见证音乐会，要伫咱2楼的礼拜堂，主题是下月时空的敬拜。
过来，咱的5点半，咱有拄仔天要暗嘛，所以咱会举行咱圣诞节的灯饰，伫咱的教会中，无拍算哦，吼，会当打卡做网红安尼吼。过来，咱11月24日的感恩节联合礼拜，所以迄天是无礼拜日是无法语的礼拜。过来第二，咱的圣诞节的甲感恩节的筹备小组要伫咧下晡12点半要伫咧地下室开会，请咱的筹备的会员来做伙来参加。过来第3点，咱的洗礼前的信用课程是定伫咧本主日下晡1点到3点，伫咧大会迄节上课。过来，咱的儿童主日的报告，新一季的主日课程是福音总动员，要为12月开始，所以咱主日伫下主日礼拜日要进行课程的强备。主日同工，甲有意愿要了解主日事工，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参加。吼，巴肚枵枵安尼准备课程，安尼可能会头壳袂清醒，所以若有要出席的人，欢迎咱文如长老来登记，咱的校长来登记，吼，那常方便来准备午餐。过来第5点，咱的上年团契甲妇女团契要伫咧有43个人，因伫咧下礼拜3，就是过来即个礼拜3要去陪牛的牧场1天的旅游。请有要去的，爱会加载互伊互线，搁你的外套，搁有个人需要用的物件，特别是你要食的药仔会加载咧，吼。咱伫咧7点半伫咧开完过甲木星路口上车，有定伫咧下晡5点会当转来到咱教会。搁有咱的第6点，就是2025年的文山教会组织，会当看，咱会当来参考咱的地高野，来知影咱的组织。咱的礼拜组，要跳过，好，跳过。来，礼拜组是着一路长老，总务组的组长是张玉成长老，财务组的组长是柯环成长老，资份组的组长是丁文林长老，关怀组的长老是第组长是潘美燕长老，搁来咱的教育团契组，组长是黄文宏长老，主任校长是罗文如校长，搁来咱的社区的据点是李传道甲苏坤良长老。过来，咱的万丰教会长老是张玉成长老、潘美燕长老，搁遐执事是张文培执事。过来，咱圣诞节的筹备小组，包括礼拜组主任校长、生活队长、敬拜团的团长，甲各团契的会长。甲有咱的历史建物的小组，搁受理咱性骚扰申诉的处理小组，拢是咱科牧师。过来，咱的第7点。第7点，咱的少年团契圣诞节活动，咱请少年团契是毋是有要来做补充的报告？有，伊当咧走。青春少年家吼。大家平安，然后我是伯恩，然后要代表少气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们接下来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少年团契会举办一些活动，然后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然后我们就是12月1号到22号的每一个主日的台语礼拜到华语礼拜结束，我们都会有一些小小活动，然后会在中庭，然后一起跟大家分享圣诞节的喜悦。对，那我们12月22就是圣诞节的联合礼拜结束后，我们会有一个圣诞节交换礼物。那我们的报名期限就是已经开始了，然后一直到12月15号。然后我们的报名方式或一些规则也都有在报告的都有在那个周报上面。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可能报名方式可以是以自己或者是以一个家庭或是一个团契为单位一起来参与在这项活动。然后我们在联合礼拜结束后，12月22号那天也会邀请大家留下来在2楼，然后我们一起交换礼物，一起分享圣诞节喜悦。对，以上谢谢。好，感谢少年团契真正用心要规划这个，要希望吼圣诞节较疼，当搁有搁较侪结连，吼，迄让爱会走动安尼，吼，透过交换礼物，咱来实行一个爱的行动。过来，咱今仔日毋知有第一个来到咱中间，请咱来介绍咱的新朋友。好，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有一位新朋友陈正忠弟兄，
嘿，啊，伊是那个张昭仁弟兄的朋友，咱欢迎伊。好，多谢，谢谢，谢谢。好，过来是平安礼，请咱起立来向咱的四国的朋友吼，尤其是咱第一个来到咱中间的朋友，咱的陈兄弟来请安甲问好，吼。诚久无看到的，特别会当甲伊问安吼，甲伊小借问。啊，咱的思琴的大两摆，啊，咱大两摆煞，才咱做伙来唱第一节。特别是咱第一个来，咱的中间的咱的陈弟兄吼，请咱特别去甲伊请安问好。好，咱做伙来唱第一节咯。咱拢将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最上帝那里。咱拢将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将做上帝主名。因为耶稣将做神，因为耶稣的名，因为耶稣让有过我的人生。我以耶稣做我名，耶稣穿上是注定。咱伊原徛伫，咱来唱祝福圣诗、祝福诗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愿咱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稳定主庇，地被上帝受死大好，听咱亲像家己，听咱亲像家己，信心关联甲咱感动，听其他人心内。三位一体，甲咱相通，一时到万世代，一时到万世代。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赎甲盼望，信实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积叠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密倒。
礼拜即时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